今日嘅主題有一個人，請咱讀約翰福音1章6節，做一個來讀。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裡出來的，名叫約翰。是誰約翰是在怎樣嘅一個人呢？伊是一個從神那過來嘅人。約翰嘅出生背景無有特況，伊只係是荒唐野蜜。神願意使用平凡嘅生命來成就伊嘅旨意。約翰這個名字嘅意思是耶和華是恩典嘅給予者。的確，神嘅恩典臨到水裡呵護外邦人，任何人若被神使用，都能成為神恩典嘅光頭。約翰一件神跡都無見過，卻佢在家己是被神所差遣嘅，這個是伊最直嘅身份。伊會在家己嘅使命是為主鋪平道路，為那光做見證。伊到約旦河推人死水，當時伊將人指向基督，從未指向伊家己。伊答：他必興旺，我必衰微。這記載到3章30節。伊甘願倒空伊家己，這個是服侍神嘅人上重要嘅品格。這個聖經對基督信仰嘅寫照，我也想測咱家己，我是否從神過來嘅？是否因硬性見證神嘅恩典嘅真理？哪怕一件神跡都無見過，我服侍嘅是神嘛？是否時刻將人指向基督，而唔是高舉家己？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裡來的，名叫我是否能把家己嘅名字填入這個空白嘅地方呢？讓今生嘅寫照，自是誰約翰向下嘅向主動心。請咱再來讀約翰福音1章16節，做一個開聲來讀。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裡出來的，名叫約翰。請咱大家來默想這段經文，然後咱就祈禱。